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 AI 拯救人類系列嘅第六集啊，差唔多完啦，8集裏面嘅第六集。咁頭嗰5集我就講咗我食物敏感同埋鼻敏感嘅主要原因係因為微菌過多啦，咁亦都介紹咗唔同嘅方法啦。今日針對講下隻腳，咁其實腳就好易搞啦，係咪先？最基本就係零糖零碳水一定要做，同埋保持乾燥啊！呢三個點咧，其實係 core 嚟嘅，係啦。咁跟住咧就再針對翻唔同嘅部位做翻適當嘅嘢，咁就搞掂啦。咁我嗰陣時隻腳咧就會，譬如食完牛咧就會生水泡啊、甩皮啊、痕啊，即係我甩皮甩到見血嘅喎，係咯，所以都幾恐怖。咁所以又見咗血嘅時候咧，如果嗰啲襪又唔乾淨啊，或者地下唔乾淨，咁啲微菌就即係或者其他嘅細菌就更加容易入去我隻腳度啦，同埋經過啲血去咗唔同部位啦，所以都要認真咁樣解決嘅。好啦，咁樣咧點樣處理咧？第一步就係先了解腳部微菌點解咁易復發啦，因為腳部微菌係好中意嘅地方嚟噶嘛，因為佢潮濕啊、悶熱啊、出汗啊，即係尤其腳趾罅嗰啲位置啦嚇。咁微菌一有糖同埋濕氣咧，就好容易生長啊，同埋形成呢個生物膜啊。後來 AI 分析咧，就先明白咧要乾爽、殺菌、預防三方面一齊做。但係嗰啲乾爽又唔好揼爽身粉喎，因為話啲爽身粉有啲會有毒喎，即係入血會有毒喎，所以都係最好嘅方法就係揾風筒吹乾，就係我覺得冇嘢再好過佢啦，因為你紙巾抹又可能張紙巾唔乾淨，風筒就最穩陣。好，咁繼續啦。咁啊，日常處理方法啦，第一步即刻保持極度乾燥最緊要啦，係啦。咁啊，沖涼之後一定用風扇或者冷風吹腳底，或者同埋腳趾啦。哇，3至5分鐘喎，總之吹到腳乾啦。咁乾完之後再吹多陣啦，因為感覺嘅嘢可能有少少誤差。好，咁每日咧就最少做到就做啦嚇，換2至3次襪喎。選擇純棉透氣款啊！咁當然啲襪又要洗乾淨啦，咁鞋都要輪流着啦，最少有2-3對啦，要完全消毒，放通風位。啲襪咧就唔好用嗰啲滴露去消毒，因為我之前試過啊，跟住咧就好似浸完之後再出事。點解咧？原來話滴露會有殘留化合物刺激皮膚喎。我又中咗伏啦，咁可能你消毒要揾啲真係專門消毒衣物嗰啲嚟消毒好啲啦。咁鞋我而家每日咧就買一樽嘢就消毒嘅，咁噴佢啦，即係着完除咁咪噴佢咯。咁第二日就希望好啲咯。好，咁第二步啦，就係生理鹽水加 Aspaladi 嘅噴腳啦，即係好似噴鼻咁樣啦。咁其實我咧就開頭直接就用吉穿個水泡，之後直接用消毒水噴佢啦。咁引導係 OK 嘅，我覺得係處理到嘅呢個方法。咁用乙醇嘅消毒藥水啦，我就係。咁如果唔得嘅，咁可以試下用噴鼻嗰個 Aspaladi 加生理鹽水去噴佢啦。咁抹乾淨隻腳啦，之後水泡位就噴佢啦，腳趾或腳底就噴佢啦。不過我未試過㗎，因為我噴消毒藥水好咗啦嘛，所以我係未試過㗎。你覺得消毒藥水太激進可以試下。咁每日噴鼻一樣啦，3至5次啦，噴完就自然吹乾。我建議鼻同埋腳嗰個，如果你都係用呢招，你就分開2樽，好似乾淨啲。好，咁呢個方法咧可以直接將好菌送到壞處，咁競爭空間同抑制微菌嘅。係啦，我未試過㗎，用消毒藥水啊，我再講多次啊，費事大家誤會。好，咁第3步咧就用呢個抗真菌藥。呢個我有用過喎。主力就用呢一個 Lamicus 啊，同埋 Canesten。我用咗 Canesten 我記得喺嗰啲怪怪地嗰啲
嗰啲唔講牌子啦，即係唔講商店名啦，嗰啲地方有賣啦嚇。CANESTEN 我用咗呢隻嘅，咁係好似 OK 喎，但係我就配合消毒藥水嘅，係啊，我漏咗之前，我唔係淨係消毒藥水，我都要用呢隻。咁就早晚各搽一次啦。咁搽完就再噴 Espolani 喎，我又冇噴都搞得掂啊。咁最尾我係有噴消毒藥水同埋用佢啦。咁水泡多嘅時候咧，就用消毒嘅刺針吉穿佢。我幾癲喎，用手整爆佢。跟住當然隻手要消毒啦，又噴消毒藥水消毒啦。咁整乾晒液體咧，就再搽藥。如果刺破之後咧，記得消毒雙手，係啦。好，咁下一 part 咧就係講呢個鞋襪嘅消毒錯誤嘅方法啦。即係頭先有講過啦，即係有時懶醒嘅就其實犯錯噶嘛。咁我最大嘅錯誤，我再講一次啊，就用呢個滴露嚟消毒隻襪啦。咁因為殘留咗化學物就刺激皮膚咧，咁就反而令微菌更加容易入侵喎，真係嘅喎。我一用完即刻翻發喎，唔係講笑喎，嗰一兩日就翻發喎。咁正確做法係咩啊？75% 嘅酒精啦，每日噴鞋同襪啦，揮發快殘留少喎。可以用茶樹油稀釋噴，咁10至15滴茶樹油，再溝落100 ml 嘅水，每晚噴鞋。我覺得茶樹油都 OK，有香，雖然我冇試過，但係呢個方法可以試俾一試。跟住咧就係 UVC 嘅鞋消毒器啦，即係曬佢簡單嚟講，最衰賤，冇化學嘅殘留，殺孢子效果強。我冇試過，但係我覺得值得一試嘅呢個方法。好，跟住咧就係熱水加白醋浸襪，60% 熱水加醋。60度嘅熱水，60度嘅熱水再加醋，浸20分鐘後曬乾。呢啲咁複雜嘅嘢我冇做啊，我都係一個男人啊嘛。如果你係一個女士都要試下嘅，你有心機。我好激進，用消毒藥水再搽咗藥呢個用咗藥啊，對唔住，係咯。好，但係都 anyway 啦。腳部嘅微菌咧雖然容易復發啦，但只要做到極度嘅乾燥啊、噴劑啊同埋正確用藥啊，4至8個星期內啊有明顯嘅好轉啊，我可以話俾你聽係可以好得翻晒啊，亦都唔難搞嘅。咁而我自己而家咧隻腳咧就基本上係早嗰個月，即係4月定5月好潮濕嗰一刻下，可能嗰啲鞋襪又冇消毒得太好咧，就有少少復發。咁但係咧都唔嚴重嘅，都 OK 嘅。都好快處理到啦。咁而家 anyway 啦，餐食牛啊，用牛油煮嘢食啊，都冇事啊。係咯，可能我加埋食多咗牛啦，牛又殺微菌啦，咁啊更加就好快好得翻啦。好，咁就短啲啊，因為太簡單啦呢個。咁下一集咧，我就會講呢一個，哇呢個緊要啊，微菌 die off 嘅反應啊，咁耐先講，真係對唔住各位啊。咁應該係假惡化嚟嘅，咁如何安全嘅度過咧？係啊，好難捱㗎。好，包括胃氣啦、爆瘡啦、疲勞等常見問題啊，呢個都好緊要啊。咁如果你而家係腳有問題咧，或者你之前腳有問題咧，歡迎你留言啊。係你腳有咩問題啊？係咪同一樣咧？有啲水泡啊，又會甩皮啊，好似條蛇咁樣咧？或者你有冇懶性咁樣？我用消毒，我用滴露消毒啲衫褲鞋襪。如果有嘅話咧，歡迎留言啊！話俾自己提醒自己唔好再做啦。咁你身邊有朋友有香港腳啊，咁亦都可以 share 俾佢聽下啦。咁大家分享下，希望唔好再纏繞香港人啊呢啲問題。好，咁最尾梗係要下 like 啦、訂閱同埋開啟小鈴鐺，因為下一集好緊要嘅 die off 反應一定要聽啊！咁就下一集咧就會好準時咁樣話到俾大家聽嘛。咁多謝各位嘅支持啊！下集再見。